周姑娘啊，我婆婆咧今年67歲，公公咧上年即係去世，咁舅父咧又結咗婚，搬開咗咧自己居住。我婆婆咧好擔心房屋署，因為佢一個人住咁大嘅單位咧，佢會被視為呢個寬敞戶，要佢搬走。但係咧佢一個人咧冇收入，間屋要3000蚊咧一個月嘅租金，佢覺得咧好吃力啊！你有冇辦法可以幫得到佢啊？呢度裏面咧有2個問題，一咧係寬敞戶嘅問題，第二咧就係租金負擔嘅問題。首先咧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咧唔使擔心，佢今年67歲，房署將60歲以上成員嘅寬敞戶家庭咧係列為呢個非優先處理寬敞戶，放喺處呢一個調遷名單最後嘅位置㗎。聽住你咁講咧，我都放心啲。咁關於租金嘅問題，又有咩方法可以幫得到佢呢？關於呢個問題咧，亦都係好簡單嘅啫。房署有一項叫做長者戶全免租金嘅計劃規定，年滿70歲嘅長者咧，如果能夠自願調遷到面積合適嘅較細嘅單位咧，就可以享受呢個終身免租金嘅優惠啦。咁即係話一個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寬敞戶係擁有呢個豁免權，而到咗70歲住喺呢一個寬敞單位裏邊嘅長者咧，就可以自行選擇調遷定唔調遷啦。只要有能力咧交租，自己又照顧到自己，咁就唔使擔心被要求搬走啦。如果佢調遷去面積合適嘅較細單位，除咗可以享受終身免租金優惠之外咧，搬遷嘅時候仲可以咧有呢個搬遷費津貼添。咁樣可以點樣申請啊？佢只要去佢居住嘅屋邨辦事處申請就得㗎啦。如果佢喺交租上面有困難，都可以同房屋處嘅職員傾下，申請租金減免計劃添。